當身邊嘅人仲用最膚淺嘅角度去睇呢個社會嗰陣，你而家唔好好讀書，將來係咪去做掃街啊？全香港個個小朋友都係咁返學，狂抄狂塞㗎啦，點解偏偏你個女唔得呢？面對呢啲排山倒海過千字嘅質疑，我依然咬緊牙關，堅持等兩個女女喺愉快中學習，因為我知道如果孩子活得唔開心，學咩都唔會入腦。當年決定幫大女小葵轉校嗰一年，正係我人生中最痛苦、最無助嘅低谷。我最親密嘅閨蜜突然間離世，以前佢日日都會打電話聽我訴苦，佢走咗之後，睇住嗰部再唔會響嘅電話，我第一次體會到咩叫做徹頭徹尾嘅孤獨。一個單親媽媽帶住兩個特別嘅孩子，喺無數個深夜裏面死頂硬撐，我真係覺得自己就快頂唔順，就快要爆炸咁。就喺我最無助、15、16唔知何去何從嘅時候，我意外發現某間 Happy School 嘅小學，當時前校長有篇文章寫過，如果我哋今日討論嘅全部都係操練，我覺得係時候要跳出呢個空間。我着眼嘅係2050年世界會變成點呢？我哋又點樣幫呢一班小朋友去裝備？呢個咪就係我一直以來想幫女女裝備去面對未來嘅清醒心聲。我毅然決定幫女女轉校，而呢個決定徹底成為我哋一家嘅轉捩點。呢間學校成為守護我哋三母女嘅第一座溫暖城堡。喺小葵轉校嘅第一日，喺粉紅色心形紙上面寫我媽媽幸福點嘅願望。放學後，老師同我講，小葵真係太窩心啦。嗰一刻，我忍唔住喊咗出嚟，因為呢句話正正係我走咗嘅閨蜜以前成日同我講嘅。原來小葵一直默默咁放咗喺個心裏面。後來到細女小星準備升小一，決定讀家姐同一間學校，因為小葵一直喺學校有社工跟進。我就一早同學校社工打定底，講細女疑似都有 SEN 嘅傾向。嗰刻我真係完全冇諗過，社工聽完即刻 mark 低咗。一來主動幫手排期，等小星一夠歲數就可以做評估；二來社工竟然體貼到為我哋獻計，建議我留校做圖書館義工。社工同我講，咁樣既可以幫到學校，又可以俾足安全感小星銜接升小一。當小星有咩想揾媽咪，第一時間去圖書館就一定見到你啦。試問現今有邊間學校連幼小銜接，連家長同孩子嘅內心安全感都能夠幫阿媽諗到咁貼心呢？以前喺小葵嘅舊校，係小朋友被功課操練到窒息，但喺呢一度，兩個女女嘅壓力少咗好多，反而係我呢個媽媽超級忙。學校實在有太多精彩嘅活動同支援啊！家長會、校長早餐會、見心理學家、班主任甚至主動嚟家訪，唔同嘅 SEN 講座等等等等。但我好清楚呢一種忙係一種背後有成隊專業團隊托住我，幫我分擔嘅幸福忙。而喺呢度，無論係大事還是微不足道嘅小事，學校都用行動話我知。家長，我哋一直都喺度㗎。記得小星讀小二嗰陣，有次考完中文試，有其他家長同我訴苦，話份卷好深，成10幾頁紙，連全班成績最好嘅同學都唔夠時間做。因為我一向對分數好佛系，本來都冇打算去了解。不過因為呢間學校嘅校長、社工、老師每日返放學嘅時間都會喺學校門口或者操場，方便家長隨時揾佢哋。有次同主任吹水嗰陣，我就當八卦隨口一提，點知主任聽完竟然即時同現任校長反映，佢哋即時好認真咁去翻查份卷，同埋檢查全級同學做卷嘅時間。
跟手，佢哋好清楚咁同我解釋，原來頁數多係因為考慮到當時疫情第一次考試，所以學校專登將字體放大，等小朋友睇得舒服啲。其實題目並唔多，亦冇出深度。校長同主任仲好真誠咁同我講，如果其他家長有問題，隨時歡迎直接同佢哋表達。我只係當八卦隨口一提，但學校嘅管理層竟然可以咁積極去了解家長同小朋友嘅感受。試問現今有邊一間學校能夠做到呢一種極致嘅尊重同聆聽呢？喺呢度我無數次感受到乜嘢叫做世間有愛。小葵因流感落後咗功課，老師放學竟然主動留低幫佢補習溫書。小葵太怕醜，唔敢揾前任校長影相。前任校長喺百忙之中特登抽時間，親自走去小葵面前祝佢生日快樂。讓我最難忘嘅係嚟到全港家長都視為地獄嘅呈分試大關。小葵因為焦慮情緒起伏不定，而學校社工同老師不斷給予幫助同關愛。考完第一日，小葵開開心心跑出嚟同我講，中文科嘅閱讀理解考佢最愛嘅哈利波特。當時嘅中文老師真係非常明白孩子嘅心意，雖然小葵嘅中文作文依然讓人頭痛，但中文老師喺背後默默嘅用心同鼓勵，成為小葵重拾讀書動力嘅最大支柱。呢份毫無保留嘅愛唔單止托住咗小葵，後來當細女小星亦都面臨轉校嘅抉擇時，舊校嘅現任校長甚至喺百忙之中親自幫忙 WhatsApp 新學校嘅校長 send 咗小星同佢嘅合照，仲字字叮囑你記得呢一個係我嘅學生，要好好照顧佢啊！嗰一刻我內心充滿咗無法言語嘅震撼同感激。呢份長達多年嘅強大強心針，令我徹底明白，原來喺呢個殘酷嘅大環境裏面，真係有一班教育嘅工作者，用生命默默守護住我哋嘅孩子。呢啲事令我諗起我剛剛完成咗香港教育大學特殊需要與融合教育研究所舉辦足足30小時嘅社區協助者證書課程。課程最後嗰日嗰堂，嗰句深深打中我靈魂嘅說話，培育一個小朋友需要一個村莊嘅力量。喺課程中，我嘗試將小葵嘅故事分享出嚟，冇諗到引發極大迴響，甚至群組裏面同行者由衷感嘆講，如果香港每位家長好似呢位媽媽一樣嘅諗法，咁應該唔會有咁多學童自殺案同慘劇嘅發生。嗰刻我眼眶再次濕潤，從當年嘅孤島死撐，到今日喺學校社會裏面遇見咁多充滿熱誠嘅前線社工、老師、家長、同學等等，大家圍爐共鳴，互相借力。我突然驚覺，原來當我願意走出孤獨，敞開心扉嘅時候，呢個社會上由愛凝聚成嘅神奇村莊一直都喺度。確實，我嘅女女有時會俾同學朋友羨慕，話佢哋喺屋企可以做到零壓力，但現實中外面嘅唔理解、唔包容，或者係大環境定下嘅天秤，分分鐘都會輕易打冧孩子。作為媽媽，我一個人嘅力量確實有限，我能做到嘅只係盡力去陪伴、聆聽、支持同開導，做佢哋最強大嘅避風港。而更重要嘅一步係父母要學識放手同借力，去信任學校，去連結社區，主動去尋求同建立屬於你同孩子嘅神奇村莊。你唔需要逼自己做一個單槍匹馬嘅完美超人，因為我相信改變往往要由家長學識鬆綁同接納開始。唔知大家喺陪伴孩子嘅路上有冇遇過守護你哋嘅神奇村莊呢？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哋嘅故事。我哋下集小森林見。